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西西里食品主页食谱。今天我们决定提出沙丁鱼的配方。贝卡菲科的成分是500克新鲜的沙丁鱼，我们已经脱落，我们去掉了头和内脏和去除中央的骨，一旦干净，正是在这种方式。柠檬和我们挤压橘子30 grammi di pinoli ，30克松子，50克葡萄干，奶酪羊奶3汤匙。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洋葱。200克面包屑，2凤尾鱼成小块，月桂叶、盐、胡椒和橄榄油的味道。我来到这里结婚，在厨房我翻了一个锅，我们增加了前初榨橄榄油的食油鸡精。当油热，添加面包屑和大家做烤面包。我们必须继续前进，以保持它燃烧。正如你可以在我们的面包屑看到的是准备好了。我们去表来继续我们的食谱。我们准备我们的化合物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填补了我国撒丁岛。要紧就我们增加了一个有点切碎的香菜。添加羊乳、松子、葡萄干、盐、腌凤尾鱼成小块。我们柠檬汁的一部分，这是我们加1茶匙的糖，使其一点点少酸。特级初榨橄榄油的味，盐，胡椒粉适量，将所有材料混合。该混合物必须实现公正的坚定性。我们的化合物是准备以一个烤盘，在底部我们传播特级初榨橄榄油的现成，少许柠檬汁和橘子。我们拌匀。我们开始在这种方式，我们以撒丁岛鱼片，我们有我们的化合物以填补它们。我们把油锅中翻滚撒丁岛、洋葱片和月桂叶，直到所有的填充我们的。下面是我们的衬衫一次准备完毕。添加特级初榨橄榄油，烤面包，
我们准备把它们放在烤箱200度半小时。下面是我们准备沙丁鱼因，现在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准备的菜。我们有一些月桂叶，我们把沙丁鱼排。如果你愿意装饰成色，我们固定于特级初榨橄榄油。就这样，大家胃口好。